慧林平安。好，时间已经到，姊妹大家平安，咱做伙来祈祷。听台湾的天父，感谢你的恩典，互阮搁一摆透过网络，阮要对伫阮的灵性的基础一寡基要的真理来了解。今日阮也要进入伫十条戒的界面的了解，也望阮伫阮的生活中间会通用安尼来帮助阮来活出更较下伫主的旨意的生命。阮将今日的时间来交托伫你的手中。阮也特别要为着梅子节来祈祷，也恳求主你甲伊三个弟弟伊伫病院接受治疗这检查的中间，也恳求主你亲自来成做伊的帮衬甲医治。伫你的面前献上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好今日咱要讲到十条戒啦吼界面的中间会讲到两个部分，就十条戒甲新的界面吼。咱后礼拜才来讲新的界面这个部分吼但今日小可会去讲到吼伫十条戒第一个出现的所在是伫出埃及记20章第3节到17节遮伫这个经文整理出来第10个界面，就是讲我以外你袂当有别个上帝。第二戒是讲毋通为着家己雕刻偶像，伫后壁有说明伊讲无论伫天顶、地上、地下、水内所有的物，拢毋通做伊的像，也毋通敬拜伊毋通来服侍伊，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决断无容允别个上帝匹配我。怨恨我的，我归咎伊的罪，对爸到囝到3、4代。听我守我诫命的，我施恩予伊直到千代。第3条戒是讲毋通滥觞称耶和华你的上帝的名，因为滥觞称伊的名的耶和华的确无用掠伊做无罪第4戒是讲着记得安息日守伊做圣第6日6日应该着磨做你一切的工，独第7日就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来守的安息。7日你甲你的囝、查某囝、奴仆、女婢、精生以及所住伫恁中间的出外人一切的工拢袂通做因为6日内耶和华创造天地海甲迄中间的万物，第7日就煞，所以耶和华赐福互安息日，设立伊做圣。第5戒着孝敬你的老爸、你的老母，互你的日子伫耶和华你的上帝所赏赐的地得到久长。第6戒毋通害死人，第7戒毋通行奸淫，第8戒毋通偷窃，第9戒讲毋通做假的干证陷害你的厝边，第10戒毋通贪你的厝边的厝，也毋通贪你厝边的某、奴仆、女婢、牛、驴，以及你厝边所有一切的物。好咱知影10条戒是摩西所对上帝领受，然后伊颁布的这个诫命啦嘛是通讲是摩西经典的基础，也有人讲这是犹太宗教，也是讲基督宗教的一个宪法一个足重要的一个基础嘛真做咱即马基督宗教一个真重要的基础来源，咱会讲到新的诫命甲10条戒这中间的关系基督宗教唯一神论啦独一神论的基础是对这个所在来所以
咱看到讲耶稣基督咧建立着迄个听的团契的即个基础，也是对即边来吼。传统上，咱将十条诫分做两个部分吼。第一个部分就是对第一诫到第四诫，即个部分是咧讲到人甲上帝的关系。第二个部分是对第五诫到第十条诫咧规范即个信的人甲人的即个关系啦吼。即个分法有牧师感觉爱搁较斟酌去分啦吼，因为等下我会去讲到我的想法啦吼。透过十条诫的分类，咱通知影讲十条诫基本上甲耶稣基督所咧讲的即个新的诫命是分袂开，也是讲迄个基础是相同款的吼。十条诫是耶稣新的诫命的基础，因为耶稣伊有讲真清楚，伊毋是要来废除律法吼，是要来甲伊成全啦吼。咱中文的翻译叫成全，原文翻译做英语叫做 fulfilled 吼，去甲伊充满吼，就是要去甲做互好势安尼吼。所以也有人讲耶稣基督甲十条诫甲伊简化啦吼。也有人讲耶稣基督只有将这十条诫来归两类安尼啦吼。有人讲伊是中心命令吼，去重述这个命令。也有讲耶稣基督是重新来解释吼，来解释这个命令。我想无论什么款的观点，就是已经表达讲新约的诫命甲旧约的诫命是袂当分割的，即种的真重要的连结啦吼。所以耶稣讲吼，拄则牧师已经讲过，伊来是要来成全律法，毋是要来废除律法吼。才啥来记？所以若有人主张讲现代基督徒毋免读旧约，这是完全错误吼。旧约甲新约是无法度去甲分割吼，无法度去甲分割。罗马书第8章37节到39节，伫保罗先生也讲真清楚，靠着听咱的迄个主，咱伫这一切顶悬的得胜有存啦吼。所以亲信无论是世生还是天使掌权的，是现在的代志，是将来的代志，是有能力的，是伫关天的，伫深渊的，或者是任何别个受造的物，拢袂当甲咱叫咱甲上帝的听来隔绝。这是这个爱是伫咱甲主伫耶稣基督内底吼，所以即内底咧讲到迄个关系是咱甲上帝的关系，佮甲耶稣基督的关系吼，所以毋是有会当升倒一个方面啦吼。所以人甲天父上帝的关系，人甲耶稣基督的关系，人甲人的关系，拢是对上帝的听，嘛是对咱对上帝的听来吼。这个听的要求就是诫命的基础啦吼。所以我的建议会甲第四条诫小可做一寡切割。其实第四诫是会当连接对上帝的听，甲对人的听吼。这个中间，伊是一个 bridge， 一个桥梁啦吼。咱甲切开是感觉较伤过二分法去啊吼。就是讲，迄个对听人，亲像耶稣基督的新的诫命讲，第2条也相款吼。迄个意思就是安尼吼，就是接过去啦吼，你袂当分割啦吼。所以咱用分割的方法来去了解，就是讲第1条诫甲第4条诫的头前半段咧讲到甲上帝的听关系，接着第4条诫安尼来接续咧对听人吼，安尼，所以第4条诫后壁段到10条诫是甲听人有关系的部分。好，咱一个一个来思考啦吼，就是讲，我以外袂当有别个上帝，这就真清楚啊吼。你出来记34章14节，摩西伫这所在佫较清楚讲，毋通敬拜别个上帝，因为耶和华的名叫做独一的吼，独一的，就是讲唯一的啦吼，唯一的无佫有别个人吼。袂当敬拜别个神明吼。伫十条诫的诫命内底是讲，不能用别的神明来跟上帝匹配哦吼。这是
伫台语讲啊比拼也好，还是讲甲插做一个，还是讲放做共的位置咧敬拜吼，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啦吼，就是讲，亲像彼得讲的，还是以赛亚讲的，讲伫这个世界吼，无有想属别个救恩吼，就是唯一一个而已吼，the only one 吼，安尼吼啊，所以中文的圣经翻译这较迄个意写的吼，啊原文的意思是讲是极度的吼，啊伊就是意思是讲，伫上帝的心内无有法度容允咱甲别个甲伊来比拼囥斗阵咧敬拜安尼吼，所以对伫基督宗教也好，还是犹太宗教落来，就是讲这个上帝只有一个对象安尼尔吼，无有别个。所以意思是讲，上帝对去敬拜偶像的人会是一个亲像咧嫉妒共款的，遐尼啊无法度容允吼。咱讲目睭内底无法度容忍一粒沙，迄个意思，迄个感觉啦吼。所以就是讲，只有一个上帝，无有别个吼，绝对无有别个。使徒行传这是啊，彼得所咧讲的，除了伊以外，无有别个拯救，因为天顶地下无有想属别个名，咱会当靠着伊来得救吼。所以这已经真清楚吼，无有其他的会当来代替，还是比拼，还是囥斗阵。伫提摩太前书第6章15节到16节啊，真清楚表达上帝的特别啦吼，种施教吼，迄个会通受俄勒独有的权能的吼，伊个独有吼，万王的王，万主的主，迄个独一袂死，带伫人袂通靠近的光内底，是人袂捌看过伊，所以伫这所在伊嘛真清楚来表达，咱的救恩是对伫迄个独一的吼。无阁有人比伊较大，是万王的王，万主的主啦吼。所以这位独一的真神伫希伯来文中间咧讲到伊，其实是三个复数啊。这牧师有几若摆甲咱讲到，伫创世纪第1章第1节，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上帝创造天地，这个上帝是上帝的复数的形式啦吼，所以伫创世纪开始，这种三一上帝的概念就存在啊吼，伊有三个，但是伊个是一吼，所以迄个独一甲三是这是一个伫哲学思考上面来论的东西啦吼咱无法度去甲伊讲这个三，所以它不是一吼。伫信仰的顶悬就已经真清楚亲像伫创世纪咧讲到创造人的即个部分上帝讲要用咱的形象吼，伫遐嘛是用复数哦，毋是用单数吼，咱的形象即个咱的形象。照咱整个圣经甲看起来，佮照着无偌久之前牧师用马太福音28章18节到20节咧讲到大使命的时，咧讲爸囝圣神的名吼，所以这个咱的形象，就是咧讲到圣爸上帝、圣囝上帝甲圣神上帝的形象吼，这个概念啦吼，伫创世纪内底其实。这个上帝复数的形式，就已经足清楚伫这所在咧交代啊，包括过来的这个读经的分享的中间，也去讲到这个亚伯拉罕去接待着三个人客去因兜吼，这是上帝本身，还是讲上帝的使者，这嘛是三个吼。其实伫圣经的中间不断咧。显示着上帝是一个用三个的角色也好，还是讲用三个款式来世间人来显现吼，大概是安尼吼。所以咱知影圣爸上帝、圣囝上帝甲圣神上帝，这个爸囝圣神的名，这个概念咧表达是一个
独一唯一的上帝，伊伫无共款的时代，伊无共款的需要的时，用无共款的形式，咱人来显现啦吼。第二届是咧讲到雕刻偶像吼，雕刻偶像，咱讲拜偶像到底是甚物款的物件吼？其实，伫界面中间甲咱讲真清楚，天顶、地上、地下甲水内底所有的形象，拢袂当甲雕刻。但是咱会当更较快去甲伊思考吼，去甲伊思考吼。这个概念其实甲后壁咧讲到迄个行甘霖的部分真相同啦，就是讲，你无拄拄爱刻一个形象，伫你的心目中，若有一个物件的地位比上帝较悬，你感觉伊会当影响你的性命？安尼，迄个就是已经是偶像啊吼。耶稣咧讲到行甘霖嘛是安尼，你心内底若动了迄种邪念，你就是行甘霖吼，共款啦吼。所以连伊会去讲到迄个部分吼，倒转来，现代真侪基督徒其实拢有迄种偶像观念吼。我捌拄着迄个基督徒，伊若买车，所有的车后尾字拢一定是爱买七，伊就开钱去买七，伊就感觉讲这就代表我的信用。但是买七，也是讲买十，也是讲12，就一定代表你的信用是较好吗？吼，这是互咱去思考的吼。你的车一定爱得有七才会使，你若无七，敢无代表你是基督徒？吼，当然我无否认讲七代表基督徒，伫圣经来讲，迄是完全的数字，吼，12嘛代表12个支族，嘛代表12个门徒，拢无毋对。但是讲你若准无有即个数字袂使一个时阵，安尼就有危险嘛，吼，这就有危险。所以即摆偶像的概念其实是真济啦，吼，比如有的人就是已经去互手机绑掉的伊无论甚物款的时阵，就是一定要有手机，无手机吼，就有迄种咱讲迄恐慌症吼，也是安怎这拢是开始有问题啦吼。所以伫现代其实阁有真济吼，伫古早像即种这是伫旧年的3月初10、初9，咱圣歌队去伫鹿港教会去分享的时阵请伊执事带圣歌队的兄弟姊妹出去街路行，知影鹿港吼最多的就是咧卖神明的吼，是卖神明道的啦吼。这偶像吼，我是歹势去甲翕后壁吼。你若去看伊后壁拢乌一个空，吼，这乌一个空，当伊若翕用好人买去吼，亲像后壁这吼。这后壁这用好人若买去的时阵吼，就爱有仪式呢吼，爱仪式伫后壁吼，有一个空，伊内底就放香，搁放河神，这伫因的礼仪内底叫做集神啦，吼。这个是偶像内底有神咧，其实迄个毋是，迄个河神呢，吼。但是一般民间宗教的人就信神吼，嘿好。是毋是会当用十字架？当然是会使，但是你若讲十字架，就诚做你唯一的追求的对象，吼，安尼就嘛有问题。好，那亲像有人诶，车后壁一定爱搭鱼结果鱼搭来了，车拢伫迄高速公路后袂使，吼，这是咱爱去思考的物件啦，吼，任何物件拢袂当替上帝伫咱生命中间迄个地位啦，吼，伫古早有一段时间，拢有迄种圣物崇拜，圣物崇拜严重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讲，倒一个圣徒伊会头毛啦，吼，伊的物件好，这好哪亲像伫民间宗教，咱有一段时间吼，一个桃园的吴姓的某个政治人物伊就去中国。去赢什么诶？赢什么佛牙啦，吼，佛子啦，吼，迄种诶来伫台湾吼，就敢若迄作圣诶安尼吼，
这个伫民间宗教会较济哈，但是基督徒的当中真的就没有吗？我不认为哈，很多人也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迷失啦哈，一个迷失哈。你中古时代的嘛发生这种问题哈，但是过之或是不及都不好了哈。比如讲，伫加尔文改教的时期。伊的同伴中间一个叫做慈运里的吼，伊对伫迄个这种偶像崇拜的足激烈吼，伊甚至用武力吼，用武力。伊迄阵伫改教了后，伫瑞士有真济的教会内底拢去互伊放火烧，迄个彩绘玻璃去互攻破了，内底的钢琴、内底的管风琴吼，拢去互献伫外口去烧吼，慈运里是足偏激的啦吼，足偏激的吼，所以伊感觉讲礼拜堂内底就是白白，啥物拢无吼，上好安尼吼，你会当专心敬拜。但是我还是存疑啦，什么都没有，你就一定可以单纯敬拜上帝吗？这是不是绝对的啦哈？这不是绝对所以。有真长的一段时间，改革中对礼拜堂的建筑就已经失去了思考的能力哈有真济教会新的教会伊起来了后就四不像也没有什么象征的东西哈我想这个是要安怎帮助咱伫迄个礼拜堂建筑中间，还是讲伫礼拜堂的设计中间去做一个思考避免偶像化，但是嘛爱有一寡特殊的象征的意义的物件，因为咱咧面对的毋是干那咱基督徒尔定，咱的建筑物要安怎成做一个活的扛棒互经过人就知影讲这代表教会，代表基督教会，代表长老教会，代表三德教会，真清楚吼。咱要安怎用安尼吼这是咱的思考较提醒啦吼，较提醒。所以伫咱的中间，咱的环境的中间，这个偶像其实真济，拄则牧师有小可提提一个真高讲道的牧师，一个会晓医治的牧师，真有可能就变做偶像吼。歌星吼，明星甚至咱讲的棒球明星等等的遮，拢嘛有可能变做咱的心目中的偶像咱有真济的诱因会互咱伫信仰顶悬来迷失吼。大笔嘛捌大笔伊就因为一个美女的关系互伊迷去，所以伊就用假冒害伊即个查某人的先生派伊去前线刁工甲害死这就是杀人嘛伊就得罪上帝伊个伊为着安尼来犯奸淫嘛等等遮的所以大笔嘛捌拄着即种的问题介济人其实拢有啦好，第三届咧讲到袂当南三称上帝的名，妄称上帝的名啦袂当南三称上帝的名比如讲有人就凊彩讲代志讲的就是讲我就抓我上帝替我做证明啦，安怎安尼啦有一个笑话啦迄是一个事实的笑话伫美国有真济迄种无神论的人无神论也有神学家伫即个一个足出名的无神论神学家，我袂记伊啥物名但是我即个文章故事我捌读过就是讲伊真敖甲人辩甲真济迄个基督徒也是讲其他的人拢辩袂赢伊啦但是你知影啥物款的人会互遮的人感觉足烦的，就是记者。记者同一个问题，当甲你问10摆、100摆，互你烦甲有一天，即个足出名的无神论的神学家，去互记者问讲你感觉真正即个世界无上帝吗？伊当起受气，你知无？伊讲我用上帝做证，即个世界真正无上帝即句话一出来迄新闻报足大个安尼真济时阵，咱会用南三称上帝的名即种问题伫
伫美国迄种西方的基督教国家，其实我感觉足严重啦吼，就是讲，凊彩讲一句话吼，是咧有惊讶啦吼，还是讲着惊啦吼 ，My God，Jesus 吼，因拢会挂在嘴巴啦，可是对他来说这是没有意义的，吼，对因来讲是无意义，但是这基本上是完了就是会当归伫即类啦吼。妄称上帝的名，我想有真侪牧师拢捌记过即个例啦吼，就是讲一个查甫囡仔看伫教会内底一个查某囡仔，伊真介意，伊就甲迄查某囡仔讲吼，我昨吼圣神甲我启示吼，讲你着一定要嫁互我。结果迄个查某囡仔无咧软吼，回头着讲吼，圣神嘛拄好甲我讲，啥物人拢通嫁，就是干那你袂当嫁。即两个人拢妄称上帝的名啦吼。所以这伫咱的生活中间，基本上拢真容易犯的问题啦吼。耶稣对即个代志就是讲，你爱做会到的代志，你才通讲啊。因为伊讲你毋通咒詛，嘛毋通指天，嘛毋通指上帝的宝座吼。天就是上帝的宝座啦吼。这涂骹是伊的骹大椅啦吼。嘛毋通指着耶路撒冷咒詛啦吼。嘛毋通指家己的头毛，耶稣讲：你无才调，互你的头毛变乌，还是变白？你若是就讲是啦，毋是就讲毋是，若佮加讲，就是出伫迄个邪恶的。邪恶的意思就是讲evil 啦吼，就是出伫撒旦啦吼。所以这是耶稣对咒詛的看法啦吼。你莫甲上帝拖来做你的迄个靠背啦吼，就是讲。你应该讲是就是毋是就毋是，你无需要去讲上帝对我作证啦吼，这是耶稣伫这个所在所咧教示啊，这种教导的一个代志吼，毋通用上帝的名去证明家己讲的话。有一寡人，伊伫咧分享的中间，甚至讲徛伫讲台咧分享的时阵，伊毋是咧解经，伊会引用足侪圣经，其实伊引用圣经，毋是咧讲圣经，是用圣经来证明伊家己讲的话。我毋知咱捌听过安尼的无吼？我有几届机会捌听过安尼的一种分享的内容吼。我感觉这是嘛爱真细致啦吼。咱特别是伫讲台中间，咱咧分享爱分享上帝圣经内底的话。然后应用伫咱的生活中间，毋是用上帝圣经的话来证明我讲的是对的吼。这是有差别啦吼，也有差别吼。所以耶稣基督就讲真清楚，是就是，毋是就毋是，你无需要咒詛。你若南山咒詛，就是南山称耶和华的名啦吼。所以无论安怎，就是你着爱照着。圣神的感动，甲你讲的爱迄个事实爱安尼而且讲着你着爱做会到吼，毋是用着上帝的名来达到家己的目的吼，这是有真大的差别啦吼。妄称耶和华是一种欺骗啦吼，妄称耶和华就是一种欺骗嘛，因为迄毋是上帝互你的意思啊吼，所以伫圣经的中间，咱捌看过有迄种假先知啦吼。有假教师啦吼，这东西这种的，就是拢妄称耶和华的名字啦吼，就是讲，特别是咱看到以赛亚咧面对，也是讲以利亚咧面对遐假的这个祭司吼，假的先知，因嘛是讲拢得到启示啊吼，其实拢毋是吼，遮个拢是妄称耶和华的名吼，拢是伫迄个白册顶悬啦吼。我咧摇的啦吼，这无事实啦，我摇的哦。即摆版权的概念吼，甲这个吼，上帝名是专利的吼，独一真神啦吼这个吼当然是这样的一个概念，袂当有代替的吼，袂当有代替。这个就是讲咱伫咧信仰的中间，咱咧尊重上帝是独一的。无有代替，你袂当南三用的因为安尼，所以咱基督徒对伫版权更较爱尊重，更较爱细致啦吼。
亲像4月13去嘉义南门献诗了后就因有人来讨咱最后一条这个祝福册签的诗歌的谱啊。了后，我就马上写来互因的同工，我甲伊说明讲，阮用影印的原因是因为当初是阮出版的时阵，阮伫加州出版，这个出版的数量无济啊，我是算出版人啦吼，所以阮知影数量不多，所以我们同意可以用这样子，但是请他不要再继续传下去哈。我说继续再传下去，产延伸的版权问题，我就不打包票了哈。所以这个物件咱得爱我呢爱去说明，爱去尊重啦哈。好。用先知的角色来解释这个界面，就是讲，当上帝若甲咱启示，叫咱着爱讲的话，吼，先知的意思就是，即节就是讲，上帝交代你讲什么话，你应该讲一句袂当加，一句嘛袂当减，吼，所以咱看到耶利米书，伊就讲，耶和华上帝伸手唤我的喙，对我讲，我已经将应该讲的话传互你看，我今仔日设立你伫列国列邦的中间，来讲就是要来实行背出、拆毁、毁坏来拼倒、来建立、来正则哈。所以上帝交代吼，上帝说哈，咱以圣游戏讲老师说哈。这个你若无有上帝交代伫咱的内面的话，咱若去讲就是妄称上帝的名安尼啦吼。妄称这个字啦吼，这个字的伫原文的意思是讲无路用的啦吼。你讲的这个话，毋是上帝所启示交代，是一个真严重没有用的话，没有用的话，所以伫这个字中间来讲是真严重的违背，但是嘛提醒咱这是无路用的话啦吼，所以亲像诗篇24篇第4节所讲的，就是手洁心清无误虚假咒詛无误诡诈的人吼，无做这个无意义的话啦吼，毋是对上帝迄个所在来的是虚假的咱就莫去发出啦吼。所以这个虚假甲妄称其实是原文是共字啦吼，共字安尼吼，所以咱大概知影原文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吼。所以你无有上帝的授权，你讲这是上帝交代你讲的是无路用的，因为无有权柄伫迄个内底啦吼，无伫迄个内底吼。好，第4届守安息日啦吼。第4届守安息日，我可能今仔日讲到第4届就好啊吼。小可无啥爽快安尼吼。起初伫咱咧讲出来及记诶20章诶中间咧讲到第4届，咧讲到上帝诶创造，这是伫出来及记20章咧讲这个安息日诶界面咧讲到上帝创造，然后第7日安息诶物件，伫申命记诶理由都无共款啊。爱守安息日的这个原因已经无共款吼，所以伫出来及记共款的守安息日的界面，甲伫申命记第5章所咧讲的是无共款的吼。伊的原因啦吼，所以我会甲第4届会分做顶半段甲后半段，就是因为伊的原因无共款，伊的目的是对疼上帝转到对疼人安尼来吼。好。犹太人甲犹太教徒比较较保守的基督徒，就认为讲安息日是叫人安息，所以什么代志拢袂当做。照字面来讲是安尼的吼，所以摩西的律法界面是安尼讲，伊讲即一日你甲你的儿女萝卜、精生以及囝脚伫你的遐的人客，无论什么工拢袂当做吼。才有包括遵守诫命的人，甲伊的儿女吼，这拢是吼，拢袂当做好。这个问题就是安尼啊吼，这个犹太教徒也好，保守的教会也好，因有足大的束绑呢。
但是这个束绑吼，佫毋是一种足一致啦吼，就是讲耶稣捌挑战法利赛人，因兜的宗师若礼拜日跋咧坎底，伊要甲救无？伊一定甲救啊！意思就是讲，伊无法度真正接受迄个什么都不做，伊佫无才调吼，所以有一寡矛盾伫咧吼。啊，这个矛盾对伫现代教会，遐个较保守的教会，真强调安息日，什么代志拢袂当做的遮的人，其实就是一个矛盾啦，吼，就是一个矛盾啊。比如讲，伫遮的教会内底，因有人会插花无？有人会服侍做招待无？有人爱去开门无？吼，有人爱摒扫无？这种是问题啊！吼，那照犹太人会接受安息日的要求吼，这代志拢袂当做，礼拜日拢袂当做。啊，若像讲恁安尼时阵，咱即马伫迄个中原国小，即个咱所有的音控童工，吼，拢违反即个规定呢，吼，到底守安息日袂当做工？是啥物意思？吼，我想这是要互咱来思考，这是足严肃的一个问题啦，吼。第一个问题是讲，安息日是伫礼拜六啦，吼。礼拜日是7日的头一日啦。那安尼时阵要爱真严格来接受安息日的时阵，那是安怎一寡教会保守的教会，伊伫礼拜日敬拜上帝？哦，当然，伊会甲你讲，这是过活节啊，过活节了后，咱就用主日敬拜上帝嘛。那安尼已经拍破安息日的规定啦。吼，我要讲的是这个物件吼。所以，咱在思考这个物件，就是要有一致性的吼。就是讲，既然安息日会当被拍破伫主日来敬拜上帝，那安尼时阵，安息日的规定是毋是真正照字面？什么代志拢袂当做，吼，这就是咱要去思考的啦，吼。所以第二个问题就拄则咧讲啊，煮爱餐的啦，摒扫礼拜堂的啦，吼，是咧即个是毋对吼，开门的啦，发酒杯的啦，司琴的啦，吼，司琴的更较严重，指挥的更较惨，手举足悬的啊，吼，讲道啊，吼，若牧师讲道手拢袂当举起来，因为犹太人认为讲手若悬过肩胛头，就是做工啊。牧师的祝祷哇，搁较违背，吼！因讲同讲开车的人，开福音车载人，所以犹太人吼，因伫安息日伫拜六吼，因去会堂咧做礼拜吼，因无开车，因拢用行路的，咱做会到袂？吼！所以遮个人到底是安怎？拢无咧守安息日？啊，包括咱遐讲遐迄种即种较保守的基督教教会的人，是毋是安尼？吼，这要牧师用遮，毋是要批评啦，是讲用遮物件，咱倒转来思考，安息日真正的意义到底是啥物货？吼，好，安息日咧敬拜上帝，这是无需要辩驳的，就是咱着爱一定有一天爱敬拜上帝，甚至咱逐工拢爱敬拜上帝，这没有疑虑啦吼，这就是正确的吼。但是伫即个中间咧讲，什么代志拢袂当做，到底是啥物？拄则有咧讲着出来记20章，申命记第5章即个经文的记载，咱来看伊的比较啦吼。守安息日真清楚，6日爱拍拼做工，吼，做你一切工。咱注意看即句吼，做你一切工吼，这句的是重点啦，重点就会跟后面有关系啦吼。好，第7日是爱来敬拜上帝吼，这无问题啦吼。所以开始就讲你甲你的查某囝啦、萝卜啊、女婢啦、清生啦、囝脚伫恁中间的人客啦，无论什么货拢袂当做吼。好，即摆来啊吼，这个理由无共款啊。
出埃及记20章所咧讲的是讲上帝创造，然后第7日休困，所以定安息日。但是伫申命记跟着不同的境况，他改变了守安息日的理由，还是讲要求。这个是爱因会记即伫埃及做过奴仆奴才，上帝用大宽容的手来甲因拯救出来，所以因为安尼爱守安息日。好，那用安尼做基础，今仔日咱三结教会，咱的兄弟姊妹，咱要安怎思考安息日？咱的理由伫后壁遮会改变无？会，爱改变，毋是会尔，爱改变。因为上帝引带咱行健长的路，所以上帝将恩典赏赐互咱纪念这个日子，所以咱爱倒转来敬拜上帝。好，倒转来即句话啦6日就是咱6日用即马来讲叫做5天啦周休2日嘛即5天你爱为着你家己的需要拍拼做工啦。但是当爱敬拜上帝的时阵，你毋通做任何利一切的工，不要为自己筹谋。在礼拜天敬拜上帝的时候，爱做什么工？耶稣讲真清楚咱伫申命记甲甲出埃及记讲着无共款的物件，但是有咧讲着爱互你遮的人得到安息共款啦所以伫即个所在，咱着爱想讲什么人互伊安息？咱讲有咧准备爱餐的人，互遮的人来得到安息互伫你的身躯边比你较需要的人得到安息当咱若做代志为着要互人安息，即个做代志会使无？耶稣有几若摆咧讲着即个物件。路加福音第6章，耶稣有讲着安息日的教导，伫遮伊讲着真清楚，咧讲着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所以安息日是为着上帝定的啦。既然咱咧讲的三一上帝、圣父上帝、圣子上帝、圣神上帝，那咧耶稣对安息日的解说，他说的就算数。学生伫安息日徛麦穗来食会使无？耶稣讲会使，因为人有枵的需要，所以咱有用爱餐。咱符合耶稣的教导伫第6节到第9节，伊伫遐医治一个人手高达，所以耶稣就挑战伊救人好还是害人好？安息日会当救人无？咱倒转来改面讲诶，你爱互你的奴仆女婢，甲出外的人，甲精生得到安息。精生跋落坎底，精生需要啉水，你安息日要倒水互伊啉无？要甲对坎溪甲救出来无？当然是会当然是会所以耶稣讲真清楚，安息日医病会使无？伫路加福音13章第10节到第13节，第17节也讲着耶稣医治一个弯腰的妇人。路加福音14章第1节到第5节，咱也看到伊安尼，法利赛人邀请耶稣做伙食饭。耶稣就问安息日医病会使无？所以咱讲的第4届的后壁，就是讲你要用疼上帝的精神，共款来疼人。但是法利赛人的意思是讲，因为你爱敬拜上帝，所以你袂当疼人，袂当做遐个代志，什么都不能做这就是有足大的差别啦，甲耶稣基督伊的教导有很大的差别耶稣基督对这个部分就较积极啦咱讲伫后壁的所在伊就讲你毋通报仇，就爱疼你的厝边亲像家己这是牧师伫硕士论文我咧写基督徒伦理咧看对待的这中间咧讲的代志我用这个所以耶稣伫第2个诫命就讲第2个3，亲像你安怎疼上帝，你就爱安尼来疼人。
第四届守安息日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转折啦，一个这样的转折啊。所以咱若要搁讲到新的改变落去，咱会搁较讲较清楚伫这个部分新的改变毋是一个全新的，就是咱拄则咧讲是10条界基础进一步来做解释，来说明，搁来甲伊浓缩，甲即个10条界要求，对伫生活中间去甲伊确实来见证出来原文的意思讲 fulfill 去成全它安尼。所以耶稣已经讲真清楚，伊毋是要来废除律法甲先知是要来成全伊成全这个意思真清楚一点一滴拢袂去废除，是要来成全。这耶稣已经讲真清楚所以伫安尼的情形，耶稣搁较清楚来讲，若你的义若无赢过经学士甲法利赛人的义，就袂当进入天国。意思就是讲，守安息日的诫命，听人的诫命，你就是爱去做在最小的人的身上啦。诫命你连详细你爱去守好。所以守安息日的诫命，咱就真清楚分做2个部分。爱守安息日，爱去敬拜上帝。第二个就是耶稣所讲的这个三亲像，爱去听人，爱去互人得到利益，爱互人得到这个安息这个。所以耶稣嘛讲真清楚，讲我是恁的主，为着恁来洗骹，恁嘛着安尼来彼此洗骹。我互恁做这个模样恁着照我的去做。去做是做啥？做头前咱讲的。伫安息日伊边，安息日互人食安息日来互人得到安息这是咱所爱做的所以伫约翰福音继续意思咧讲，我想述恁一个新的诫命，着爱彼此相听。你若正安尼来彼此相听，正人着要爱认出恁是我的学生啦好，就暂时到这。好讲到安尼有问题无？会当问无要紧。有无？第4条界有较济需要咱去搁进一步思考啦就是讲伫安息日内底迄个诫命，甲什么代志拢袂当做，甲咱应该做啥咱对耶稣的教导来讲倒转来会较清楚啦好，有人要问无？牧师，我想请问你好，安息日我如果说以我们现在这个世代在讲，是说如果是说你的利益、你的基础是站在爱上帝、爱人，那你那一天所要做的工都可以。那如果不是的话，就是尽可能不要做，是这样吗？对，就是说，我们敬拜上帝的日子就是要全然奉献啦就是时间上面奉献来敬拜上帝你不要说其实你比如说生活上面你是够用的，可是就很努力我每天都要拍拼做工课安尼我记者咧我拜三伫阮厝边遮买猪肉啦我就甲阮这个厝边这卖猪肉，我讲你若拜二也无开啦，因为我知影伊拜公休嘛，因为菜市拢无开，所以伊礼拜一公休。伊即马礼拜二嘛无开呢，我就问讲你啥无开？伊讲我爱休困啦无倒下来手骨拢断去啦一个不是信主的人，他都知道他要休息，要让自己的工作休息上帝的安息日其实是一个恩典让我们在工作努力为自己工作的这个当中，让我们可以休息，然后来敬拜他现在会碰到一个问题，比如说有些人他必须要轮值
那基督徒可不可以轮值去上班？当然这没有违背安息日的诫命啦，没有违背。就是讲，像我这礼拜咧讲，如果有人邀请我们礼拜天出去跟他出去社交活动，那我们可不可以去？当然可以去，但是不要忘记你是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去跟他们交往相处啊。那在公司的制度上，现在我们必须要去跟人家轮班、轮3班、轮礼拜天要懂定，怎么办？当然可以啊。但是当你可以放下工作，可以敬拜上帝，来教会来爱上帝又服侍众人的时候，要不要来？当然要来。好，这是我们从现代的生活跟工作制度来去思考，上帝给我们一些空间去思考，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些典范来去思考。那你没有办法，你一定要去做的时候，当然你就尽量去做，但是千万不要忘记你那个基督徒的身份跟你的信仰生活的品质。我不知道我回答你的问题不？有啦啊，不过我现在是想说，像我们基督徒啊，就常常有一些事情，因为平常没有做的，就比如包括说什么探访啊，有些事工啊，什么都排在礼拜天啊。对，那礼拜天就不是就很忙。对，就是很忙。然后我们的利益就是说，我们爱人爱上帝，所以在那一天我们有做一些不是休息的，是反而比平常会更累事情，然后都是在那一天来做这样。是，其实也不见得就是那一天啦哈。其实我都在跟我讲，对我们现在来说，我们每一天都要读经，都在敬拜上帝。那我们不是只有一天，以前应该是说，在那个时候的背景来讲，那个时候没有礼拜堂，他们只有会幕从摩西的时代是只有会幕，所以他们就定一天，他们就完全停下来，把会幕搭好，那一天就全心的敬拜上帝。还有那个背景在咧。那在初代教会还没有开始建立之前，以色列人是1年才回去圣殿3次哦。我们记得这件事情哦，他们1年才回去圣殿3次哦。那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们其他的时间怎么办？他当然就在个人的小会堂里面去读经典，用这种方式那用咱现在现代人来讲，咱现在要读圣经就方便啦，咱要灵修跟上帝建立关系都很方便。我们可不可以用周间去探访？如果大家的时间允许，我觉得也可以啊。比如说咱现在是拜5嘛，我们也是聚集在读经，在敬拜上帝，在思考。礼拜3也有读经祷告会那我们现在是用网络了我们希望礼拜堂盖好之后，我们真的是回去实体的敬拜。那嘛是在主节吧，那是不是在主日，也不是在安息日所以我也是说，我现在要解释的是，很多人被安息日不可做工这个东西给束缚了啦那我们要解释的就是说，希望说让我们很清楚知道，耶稣基督他的想法，他的教导是，但我们在安息日去做爱人的工作，其实是可以的，是应该的，也是原来在安息日的诫命里面所教导的。只是因为有人误解了它，变成自我束缚但我是要解说这个物件，所以我们不见得是在礼拜天各团契所有的聚会大家补到足忝的嘛，不一定啊我们可以选周间可以选周间可以做一些变化，都可以的对。好，了解，谢谢牧师。好，谢谢。还有没有？好，若无咱请嘉瑶长老带咱祈祷结束好不好？好，
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透过牧师的口，让我们再次来省思世界在如何应用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主啊，在这当中，我们知道，其实我们有时候，会不经意的在脱口而出，是用着一个轻蔑的方式，妄称主的名，也让我们在这个时候有更多的一些反思。我们应该要更管控好自己的嘴唇，也不要因着其他的一些想法或是意念，呃就呃就来妄称主你的名，也感谢你让我们在第四届的安息日，透过牧师的口，也让我们有一个全新的一个想法，全新的一个思考。就是主，我们在安息日当中，我们应该要去做可以去做对人有益的事情。父神，因为你爱的缘故，谢谢主，透过今天牧师的讲解，让我们有更多的思考，也求主你帮助我们在不断的在这样的省思我们信仰的核心的时候，主你的你就真的让我们有更深的对你的了解，也有更深的能够更好的来在生活当中来实行。父神，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的时间，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谢谢大小家。牧师，小牧师。